我就问他，道德智慧是什么？我说你从德班了呢？我说你有没有法会认真听道德智慧？讲，多听点道德智慧是什么？你们可以讲以后点地方，法会的就好。有讲过道德智慧的，请不要讲啊。有第一个，朝正了此来，不错，生产不变了哈。再来，改变命运啊，一公一数啊，这场智慧呢是放在那个改变命运里面啊，消冤解孽，改变命运一样的，形象良方，对，很好。还有呢，总结避难，是不是？刚刚这场智慧多一个，对，没错，是这场智慧5点，你们可以去听看看。好，我们常在听法会，可是我们常听的就是讲师的，不是我们的。你要问他，问他之后他会开始哦，后来法会他就会认真听了哈。好，再来，为什么要参加？你可以问他，为什么要问师教学呢？不要你一直讲，有的人很爱讲，一直讲，然后呢，他就听了1个小时，我们那个导师说，张讲师，我很想拿那个棒球棒把那个讲师打昏，